9号跳进进攻呢，10号定走，15打进清空。哎呦，这也太猛了！13也行，13叫9就都可以，咋叫都行。省得往过走了，这个时候打11叫10。叫14，一杆1个面啊，1面，高手先来一个4号，15号第一杆叫10。2号就处理了。哎呦我，真硬啊！有会没赢？10号就处理了。然后。